观众朋友，今日个好模欢迎收看《福起来》，我阿明姑刘浩明。福起来今日啊带他讲去一啲个特别的立场，我哋去我哋台东，还有我哋南王，也一啲泰山后背到底有乜嘅故事？我哋今日邀請到來賓咯，同時嘛係我哋福起來老朋友，我哋一陣有先生來到我現場同佢分享講，當初而做乜嘅安排喺地上，同時喺地上地方而看到乜嘅，我哋馬上歡迎今日來賓，鄭陽先生好。主持人後面還有觀眾朋友大家好，我來自綠隊嘅組隊，新備，我叫做葉振陽。今日佢分享我哋嘅先生來到我現場，因為其實先生也拜來幾度拜啦，但是也拜幾貼喺度講，雖然我哋喺台東同南王，其實也本南係嘅部分，即個你哋講，伊最想嘅地方係乜呀？南王以前800歲在之前都開放大家也開放便宜，甚至遊覽車，也可以上去。冇錯。但是800歲在後，98年莫拉克風災還有一路拖呢13年，也有一個最重要，拖呢13年後，經開放伊未完全開放呢。伊係喺拜二拜四係咧禁止進入嘅，拜二拜四，個1、3、5、6日係早晨7點到下晝2點，可以呢啲向陽屯嘅眉山也之間有時間嘅管制，下晝5點以前全部要淨空，也都總量管制嘅。天呢都講伊嘅茶種嘅管理啊，如邊啊講9年以下茶也可以啲，9年以下茶，也喺度邊啊講一種嘅總量管制對有自然生態嘅保護變成個我哋因為講也係個環境教育改好一個教材啦，一個現場嘅教材。本身也係南方伊個自然地景如果有魅力，而且規土呢唔係像像中邦迄個天祥太魯閣也比較精彩嘛。毋過南方喺規土呢。每一個地段攏各有伊個特色，安尼個情形之下，安尼單一喺安尼個環境教育安尼個角度單一來，伊來都講，安尼南部安尼南部個到5月以後啊，伊安尼文土攏差唔多要超過30人土，31人土加上安尼走安尼地理環境加上我哋海拔上升100公尺啊，我哋溫度都降0.6度啦。我哋嗱去到2000公尺我哋自然會嚟避暑嘅一個好環境啦。嗰時候啊，你嘅情形之下，我哋就有限度的，把它轉做環境教育嘅也安尼來推行啦。啊，天意都講，我其實另外一個想法係想帶。綠隊2次移民去到推動也向嘅啦，也向嘅2次移民去到推動也安尼客家體安尼環境之下，應用創造出池上啦打響嘅安尼池上米啦安尼都係伊嘅環境很容易，同人哋綠隊一批有乜嘅差別？一個說我想，按佢係單獨去帶。推動安尼嘅行程其實幾多社會上，我即個初查理都做得嚟嗰時候我都用安尼嘅18有個實務嘅操作啦拿一個以大帶小，以咧不可多得嘅那個機會來帶你安尼，有7、8年操作嘅安尼相關啦。那先生你講嘅發現13年了呢因為其實888風災嗰時都真係全部財團嚟，乾脆都冇搬入來一當13年咁13年地步因為其實冇人一批嘛，冇開發嘛嗰時候13年來，即個後來開始在一批以後，也為嗰種動植物啦，嗰種改變有幾大。有啲先生吳春景先生老師
伊花超过20年的时间吼，去拍个呢对八八风灾以前的纪录片，到八八风灾后也安尼歌唱，咱才比了解讲，他们讲人定胜天，伫八八风灾之前吼，咱的工程界人都认为讲人定胜天，永远都可以克服啊，工程的克服。吼，哎呀，八八风灾后，透过呀纪录片吼来吞以前的画面吼，前后来对比啦吼，来对照吼，你会发现讲，人只是喺睇啊大自然环境中吼，喺一个最微小的一个角度吼，人除了保持样的谦卑，吼，同感恩的样的心吼，其实迄多嘢环境的时阵吼。你会有安尼个，那你除了讲可以登高，可以望远，好，也都，台湾人讲的，仁者越山，哈，智者越水，都在嘢安尼个哲学很容易，登高望远很冇错，但是也都讲一个哲学呢，冇错，安尼可以登高望远的，可以提高安尼个视野啊，哈，安尼可以开阔安尼胸怀。但是呢，另外一个逆向的反思哈，真是仁者越山要山啊。其实拄到安尼风灾后，安尼可以讲用逆向的思考来讲，人体啊安尼太自然的环境之中哈，谦卑同感恩哈，伊当然为到呀安尼个难忘的工厂哈，提个牺牲。感觉也想要带入来嘅本一般的消费者，因为我也看到讲，过多消费者吼，伊拢係用取安尼美景的角度吼，去接触呀那些大自然，但是社会也一部分的反思，也部分的吼，也反思一部分国社，国社的时间我哋嗰時講想。基啊，安尼用环境教育的角度来带入来安尼。我万岁有去过啊，阿叔有当也去过一般南河，但是今仔团体以后从来冇去过。所以我想问讲，个团体以后重新再修复好的南横，与同以前的差别有几大？也还留下了个多的大崩壁啦。好，以前的青山绿野啊，青山绿水，迄家属同也着大崩壁吼，两个对照吼。个加上来呢，透过导览介绍的方式哈，同环境教育的安尼带入来的时阵，我感觉去多样的体验哈，人真是要讲有安尼反，可以带入人去做一个反思啦。比如真是如讲，我能讲大自然的一个真实的景貌如下嘛，你风灾以后，以前因为可以讲安装的东西路边上那样。哦，可是从这个东西，因为其实同位嘛有讲啊，伊让9人吧可以入去，但其实策划这样的行程的时候，你最高也是9人，含你9人，含司机9人吧？对，含司机9人。但那你算后来，它算是一个划算的行程。故事哈，也在市场端哈，冇旅行社去做，风险又高。冇旅行因为用啊，你旅行社去做算啦哈。一团会啊，一部分消费者吓跑。我们是用环境教育的安尼角度迁移，安尼美语引体的角度哈，故说我哋团会算啊哈，混消费者话感觉值回票价。另外都讲诶，野菜选规北个是迄美东诶社区大学后年啦，去环境教育安尼先带那些去做一个踏查。如果安尼迄规北咧行场划安都真心吼，人单做一摆吼，佢打上啦，打上，嗰时候演出甲佢讲，唔要查反后面的反应吼。安尼都感到可以再推到市场端安尼，但是没完全以盈利的角度去切。冇唔错。嗰时伊在听的13年的难忘，今刚我哋有机体可以入去的，但是也变难忘都要同以前有乜个目标安咯。休息下我看到节目，我哋买嗰度国精彩故事。
反过来福起来。所以节目来自咱的屏东新北的叶正阳先生来到现场，同埋分享讲，伊也被判呢难忘台东的一个势力哈。我说想问下先生，因为头头已经有讲到讲，其实我哋听的13年的一个难忘，而且伊个关于特别的一个算是生态上面的加成啦吼。但是中亚白的2日伊亚尾的旅行，你可唔可以同咱观众朋友讲一下讲，你喺先去奈用嚟安排，然后最尾停嚟吃，然后去养过来好冇？好啊。安尼难忘吼，迄假使等音乐吼，我感觉铁管。铁管。铁管，我想安尼安排了。另外都讲，我有安排伫南回，吼安尼去到台东。其实台东也係我上嘅第一來6隊2次移民去到台東嘅池上啊吼，都在一片嘅客家文化同6隊本身一片咧。有那差异性，好安尼，個一片有布農族，同也池上嘅互動關係，也係我安排喺海端鄉嘅布農文化館，還有池上嘅台東嘅客家文化館，也兩個嚟做對照嘅參訪啦。佢說係天熱，係都南回啲啊，南回。馬上我哋接人客報名嘅人客都，假使要坐遠高鐵北埔嘅，當然係坐遠高鐵接嘅嗬，個高雄入邊接嘅，中正體育場都也接嘅，都喺那假使屏東咧都睇潮州火車站，也適合同埋飛合喺度都去將南回。都有蘇卡，蘇卡路安尼屏東縣同台東縣咧一個交界，馬上就對嘢開始嚇，嗰度轉去南田路阿良伊古道嚇，也台東端嘅出口嚇，進口嘅出口，呢邊可以看下你太平洋，太海，好呢邊咧風景，係一等獎，人吼。天性都喜好啊，你的自然吼，我經驗，帶多你被接觸到你的自然景觀，你的心情都完全放開來了。主要池上的地理環境，伊喺海岸山脈，同中央山脈夾喺地度，都帶吼伊營養伊睇，其實有同人哋6隊有該相同的一個環境，伊睇咧新武里區。出來嘅沖積山平原啊，吼，有北南西一片，都到沖積山平原嗰度伏流水，好，也係睇創造了呀你稻米啊你嘅生產吼，嗰時候都後來發展呀你嘅有機，你無毒嘅，好，我講反正反而打出台灣嘅一個響亮嘅池上米嘅人哋嘅口碑啊，後來都因為景觀吼，一片嘅景觀同對一片嘅差別，對後來稻田文化、水稻文，後來轉做檳榔，檳榔讓人哋對講嗰種景觀吼看唔出去，但是喺池上一片吼，唔會看到有近景、有中景。有遠景當因為景觀元素、近景、中景、遠景特寫都有了，因為豐富性啊，遠景可能都山為背景啊，海為背景啊，因為視覺豐富性都會出來一些，哎呀，就像你會覺得怎麼拍照怎麼漂亮，你呢？剛剛講在大自然界就你的心情都放鬆放開來，也都在池上。有安尼嘅自然景觀，同你安尼嘅人文景觀，那啲產業啦，也整合起來，也特色。嗰時候我哋所提講，包括台灣好基金會，幾年前佢也辦一啲稻田裡面的音樂會，也辦啲青神宮嘛，也部分人哋6隊部分可以接進去上嘅。部分啦，另外，我哋都做要去池上，主要咧他們講嘅也想看6隊2次移民都一片嘅發展，
嗰度啱不到都田咧也熟嗰啲池上，一太早我哋都利用一太早嘅時間，起來航床吼，我哋都進入到南橫對海端鄉，開始出來橋開始吼，你南橫台20線，安尼我哋咁樣利用上午一太早吼，輪夜啲嘅時間吼，你來南橫時間都個充裕啦，個唔好講，迄假使講我哋同一啲高雄嘅，還是講屏東嘅適合係對陸龜啊，你啲吼，伊個時間都拖嘅踢煮嘅，踢煮嘅睇唔可能睇南橫，可能睇眉山可能都睇一啲協議啊，做法，啊我哋對南回的方式吼，都可以睇推動也協調。係啱係也相當帶推動嘅客家嘅部分，同布農族係做多元文化嘅文化差異嘅探索啦。睇做文化觀光年度吼，一直認為講文化差異嘅係對社會者嚟講吼，佢有吸引力嘅。冇錯。係，嗱，假使單獨做單一嘅族群吼，對社會者來吸引力冇咁強。係因為實務上嘅。有安尼嘅心得啦，嗰種安尼操作上吼，多元族群文化差異也部分吼，咁樣嘅本社會者，伊透過願意花錢來同買安尼行程啊，也是一個無形的商品啊，安尼要滿足社會者，可以透過安尼文化體驗吼，可以讓本社會者可以滿足他說我有增廣見聞哦。那有滿足我的求知欲，有滿足我文化差異嘅體驗咯。一種咧，因為講對社會者下次會有意願啊，那麼創造出來，唔免樣一擺，嗰種安尼睇推安尼地方上推安尼文化體驗、文化觀光安尼操作吼，大部分都回流客，大部分都回流客啊，回流客再去介紹伊新的朋友、親戚朋友安尼，因為喺那啲靠伊安尼網絡上安尼嘅宣傳吼，但係撈客冇按好撈，係。冇錯，所以同時呢，有講，譬如講，咱南方也路場嚟講，譬如講我哋對海端開始入去，好，一直都陸過嘅出去。一般嚟講，我哋因為路場差唔多一久。其實吼，我哋喺規劃嘅時間吼，有考慮到佢嘅一個都講。也有臨時道路施工被管制誒，像嘅天龍飯店吼，前面咧伊也見到有嘅呢臨時道路施工吼，那你控制喺伊8點開始施工吼，每一點鐘開放10分鐘，假使我哋就想講，8點之前都過去，伊話冇來開工，冇來做事之前吼，我哋都所以我哋控制安尼嘅時間，第一都講，我考慮到可以有化妝師咧店，吼安尼嘅店吼，也有規劃個，係因為許多安尼嘅三行嘅時間吼，係，因事前都有考慮到，吼那邊有安尼嘅化妝師嘅景點，吼我哋都除了南橫有8景，個重要嘅8景吼。有啲我哋可以落來，有啲你停車冇按順吼，要用茶行來介紹嘅，吼，安尼來介紹，吼比如講我哋對海端呢啲，我哋先去到烏魯峽谷啊，天龍飯店一片有嘅呢天龍吊橋，也係埋8景之一啦，嚇，到了烏魯峽谷也都可以媲美嘅天祥太魯閣嘅呢地景。個上去路離島部落，伊安尼原住民嘅部落，嗰隻上去我哋都準備要到伊安尼嘅向陽嘅，當然也有摩天，有咧摩天的那個摩天也地方也是景觀很美啦，你看那梯田吼，人吼為了生存吼，睇下你嘅環境做一樣的梯田，我覺得那個自然景觀，人為了生存把斜坡面改成那梯田，睇下你嘅神話，好，一樣的文化景觀哈，也是可以
也很有，而且它的曲线美也还金奖啊。例如摩天叶片啊，过后以来在做样的种样的高山蔬菜哈，它也有有机这样的一个农产加工的哈，也可以。过来如去到向阳可能看甜食，有时甜食向阳都可以看到云海，也摆我哋去到向阳啊，还冇到垭口2200公尺，2200公尺吼，都已经有一样的云海啊。连当时查单后，他跟你说啊，老师，赶快下车，我们要拍照。如果他给你看到你云海的时节吼，因为用讲呢，云海要看可遇不可求啦。有些人哋北个都係咧山东方是人哋云雾层中咧，睇云雾层中，咱北都云雾层东方吼。超过云雾层，可能他看得到云海，我们就身在云雾之中。对，如睇迷蒙之中哈，迷蒙之中，他可能都感觉讲啊，好像没有。嗰時候人哋北到3月30號、31號演都會有東北季風落來，就帶來的水汽啊，有個重嘅水汽。嗰時候人哋到2200公尺嘅時都已經有雲海，但當人哋下一站嘅你到向陽後來，你到垭口的時間，人又跑在雲霧層裡面。我唔錯，佢也部分啊嗬，到垭口以後，其實我讀到某個東西，我哋海豚節目同我哋觀眾朋友講，佢說其實學我哋他講嘢已經幾久冇談過難忘，從同嗰前上一睇講嗰時間，我都發現到講啊，以前我哋去過地方，馬上係有想象嘅。休息下喎，海豚節目我哋咪嗰度個精彩故事咯。翻過來福起來嘅，所以節目來自我哋屏東新北嘅葉俊陽先生來到現場，同我哋分享講，我哋難忘一路上有乜嘅好搞好料地方。頭到上一段節目，我哋已經講到垭口嘅，嗬，咁接下來咯。然後人哋到垭口到雲霧層啊，人哋喺迷霧中嗬，嗰時候他緊對啊你喺迷霧中嘅時節嗬。為安尼性質冇咁強，安尼穿過垭口大關山隧道，還有過來路你都準備到天池，天池一邊致敬一下，好呀，應該說北上去天池好也有觀景台，也可以登高望遠啊，然後也鋪分吼，係對天池也上去嘅時候，咧行嘅關山越嶺道。因為以前的古道啊，但是我哋3月第一擺去嘅都落雨，落雨嘅時候都想講，嗰度啊，你古道喺那個是有樹葉嘅吼，雨水吼，很容易濕滑，你看我哋都同樣時間上去了，都到天池登高望遠，還有我哋都下落來，海咧都去到快谷，還有嗰啲巨木林吼，一片多，我哋講咧。像你芬多精哈，游客睇個景色都特別好，很用功呢。一個檜木樹哈，可以成長1000年哈。人講嘅，它醫學上嚟講，檜木它會有治癒能力，所以呢芬多精啊，包括像你檜木哈，本像你野獸還是乜傷害哈，它是靠它的芬多精去把它自我療癒呢。就說你什麼樣的生物啊，可以活1000年啊？我們就在他跟你的小狗哦，檜木真好哈，人哋環境哈可以，有啲芬多精哈，其實他跟你都講啊，人哋大口的吸，他跟你精神很飽滿的，唔會幹咁嘛，人哋疲累啊，這個就是我們登高山的時候哈，讓你。芬多精還有嗰啲所負離子，也好對我哋身體嘅可以感受得到，不會有累的感覺。過行過來路都眉山嘅，眉山多我哋一擺行程路嗰度
朋友都讲，哇，俺来带安尼。高山的高丽菜，一天那你念到吼，他讲你如果对安尼高山的高丽菜吼有兴趣，有安尼兴趣，吼，安尼行李箱都几乎都也剩满了，吼，完到眉山可能你都准备到六桂，桃园啦，桃园，到六桂，安尼到六桂的时候，可能去到。以前六桂还客家、闽南还有原住民吼，一个你讲的交流中心啦。以前安尼省，吼喺六桂，吼，六桂的地方，伊都在扮演某个角色，也都有留下来，咱的昆园商店，吼，也历史吼，可以对个带入来。可能也容易也最后的行程係到。米农也做一个等于讲一个完赛的一个聚餐，美丽的 ending， 美丽的 ending， 他还有留下一个quite好的回忆。我哋去到烟楼坊一个餐厅啦，也迄个97年一项嘅拍米农嘅一个纪录片嘅时候，是系嘅拍过纪录片嘅个主角古文景先生同嘅老爹吼，喺介绍。美浓有机米吼，一97年哈，民国97年哈多睇跑，后来我讲到带过去嘅时候，哇，烟楼坊真是迄个美术馆嘅个餐厅，故说后来我哋团员就讲，哇，像一啲餐厅嘅时候，发现讲哇，这个主人这么爱。一定要很该对安尼画吼，有安尼新奇的人，他可以同样的餐厅吼布置得那么漂亮，布置得那么漂亮，哇，他们都很惊讶。你講你對，就算對我哋嘅海端入去，一直到六桂，差唔多都點到六桂啊。六桂我哋差唔多5點鐘不到6點咧。哦，其實睇南方，其實也是花了很多的時間的。係咪嗰度點吼？對啊。睇包括。每一個店啊，你咩講啊？你都馬上查都經過啦。冇唔錯，因為其實嘛，幾難訂入去啦。佢將我哋行程地位啊，呢個適合帶新人嚟去。新人也可以，我感覺迄假使講有家長吼，家長陪同啊，迄假使去做另外一個解說本新人嘅一種嘅環境教育吼，也對啊新人嚟講也係個很好嘅一個體驗。因為我想問，因為有啲人都希望講，佢可以帶親子像阿姨安尼嘅行程嘛，咁太熱散咯。有希望有講，因為講安尼行程地方其實有沒有那個不方便行走的地方？不方便行走，因為。其實我哋唔去北山啦，唔去北山吼很好啦。迄個是遇到人愛去北野嘅百岳、南橫三星啊。好，是。耶路用另外屬於登山客嘅一種誒，我哋係用茶去北山。OK 啦，對，係我唔錯，其實算是一個旅行行程啦嘛。咁因為頭先時來咪講，因為其實我哋北嘅幾個本土嘅講台嘛，咁一般來講嘅話，我哋愛。參加安尼團，用愛等用嘅裝備，冇得講衫褲用嘅準備啊。其實行咧，假使講去到埡口啊，2700公尺，安尼溫度差唔多講係一般嘅溫度，比平地嘅溫度啊，講係將近要12度嘅。故說伊外套一定帶。一定要帶用。也係真好嘅避暑勝地啦。真是鬼涼。上衣唔好感覺講哦，南部到處熱哈，只是嚟喺北大嶼山也同樣，上到一個1200公尺以上吼，你會感覺你舒適的氣溫哈，本然吼都佢用很容易，唔可以講像熱天那年，就算你熱天你往山上去哈，尤其是車子幫你帶到一樣的國土啦，佢幸福啦哈。咁所以你係咪帶一團隊有即係有印象過什麼故事嗎？他讓你看到一樣的雲海嘅時節嘅驚訝度，係也都我哋一般嘅體驗哈，個冇嘅。靜態的路講，我哋可以登高望遠嘅時節吼，一樣嘅心境吼，也係一般我哋平常
佮无法度去体验到安尼的环境的啦，嘿。迄假使人口达到2000公尺以上，甚至2500，也完全都无共样的体验。但是有咧各重要都讲，可能社会者安尼咧游客有的会有高山症。高山症的情形其实也跟我们出发前像我都可以去门诊，加医科门诊去看如果同人哋开咧预防高山症的药，吃了有可以。嗰數也部分要注意一下啦，可能這個要先準備一下高山症的藥嘅。因為可能佢過段的時間北岸過啦。其實咱嚟講嘅話，我相信幾多以前有行過，人強嗰時有行過南橫嘅，南橫嘅人，我想講哇，今南橫有開始去嘅唔好在這個時差去天團去，安尼其實個安全，它個也有稱，其實我發現講，真係係幾好嘅立場。啲講其實最近市場也有設計啲綠隊多，我哋咧山體，我相信我哋原住民部落嘅啲。係咪同你觀眾朋友紹介係也係樣嘅一條路啊？我哋屏東特別講阿後多嘅舞台，舞台日頭都馬上升到台24線。但是一邊也跟旅遊市場屏東市如果從事貨手莊，還有主要竹葉林莊，仲有哪？也特別是都幾多故事呢。來做上我都講既然一個舞台是一個亮點，可以吸收很多人想去。沒有錯。但是我又想把我都想同客家也帶入來，故上我都設計條台24線文化路徑歷史文化路徑。故上嚟講，對於火手莊你看到秋容伊來到也是隻一樣嘅來到也，你客家上分樣嘅睇從事扮演可以睇落地生根的一個重要的，而且甚至可以創造客家長保護族的一個條件。採用嗰時當天有人又留下來竹葉林莊主要人也係講德協啦，德協，中文講德協，特別個竹葉拿，用河洛話講竹葉拿咁樣講啊。啲個拿？德協啊！德協啊拿？德協寫咗國語德協呢？以前清朝時代，因為邱永浩也他的兒子也來帶順義人，邱永浩喺開埠嘅時候總係要開闢一條永浩圳、火燒圳啊！然後喺雍正年間去。雍正6年，去覆水啦，啲水軍去巡結果本嘢山豬茅舍，犯害殺害，殺害清朝為到有山豬茅舍犯害事件睇下見咧，台24線咧九愛村。舊愛寮誰咧軍營啊，叫做下淡水都司營當時喺南埔我哋下淡水區最大嘅軍營睇誰咧都司營，後來本太水總係多也從事竹葉寮煙墩教育，也見光緒年間很有啲咧下淡水都司營咧人哋古蹟，古蹟人在啲，可以見證以前的歷史。你想講，以前下淡水都司營已經沿途嘅邱永浩嘅三交行垦號成豬大豬犬來放豬本也德協主要人嘅村民來做墾賦唔看到。三交行當地主，墾號放大豬本也軍方，軍方又來本北鄉成豬，嗰時北鄉對軍方很多隆恩豬謝主隆恩也德協莊也鄉以為也隆恩豬嘅土地嘅思維
地铁的村民吼，就设个北宫永恩北宫啊，谢主隆恩。可是其实真正都反映到讲，其实都了解地方的故事啊，都了解讲，当初兴用的一啲成立的过程。常常有人讲人文系的学生里，我相信看今日节目，我会发现到讲把我哋环保还有那人文加上来，其实真是可以上几多年来到我哋当地来聊聊。今日感谢我哋嘅先生来到现场分享安多安吉赛的故事。多谢主持人，还有观众朋友，休息下，我哋听下啲先生来傾下運通哦。我跟福起來嘅觀眾朋友，記得去我哋面書網站，還有到我哋客家電視台 YouTube 把我哋影片分享出去哦。